天高抬贵手。起来吧。我也没说要把你怎么样啊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应该不可能这么蠢。这样吧，既然你跟常志成很投缘，那我把你调到他那儿去做秘书吧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呀，就到常志成那里去上班去，也好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不好吗？顾总，您是想让我过去替您做些什么吗？嘘，你是个聪明人。张叶达，你从哪儿弄的这家医院？我是整容医生啊。如果你是整容医生，那你可不不可以。如果你的脸能这么容易就整回来的话，那我何必要大费周折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万一你有其他目的呢？不帮就不帮，别找那么多理由。待会儿你在外面等着，不要进来。为什么？人是我带来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想跟我合作吗？如果想的话，就不要问太多，知道太多对你不利。整容医生，你当过3岁小孩啊？张总，这个地方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怎么回事？没吃什么东西？不会吧？